哇，好晒啊！好晒啊！點解 RL1 咁晒嘅？你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特別新聞報導。香港浸會大學浸會大學道校園低座校舍第一座地下走廊出現咗8個太陽同埋4個燈膽幕。經過查證之後，證實係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會新 spot 嘅莊園介紹。我哋睇下，哇，真係太陽咁溫暖啊！好，咦，嗰邊仲有啲嘢喎，交俾特約記者葉寶琪報導。唔該晒特約記者張家傑。喺個星柱位置就出現咗流星雨喎。新 spot 發言人表示，由於佢哋建立嘅星光網逗留出現咗好多星喺度啦，所以就出現咗流星雨喺度喎。佢哋呼籲會員咧喺呢度留低佢嘅心聲啦，將0708年嘅感受咧就可以貼喺度嘅，咁就可以踴躍咁發表佢哋嘅感受啦。多謝，唔該晒，交翻俾特約記者張家傑。好，多謝晒 RL1 左邊嘅同事。你好，我係張家傑。而喺新窗口後面咧，就係一啲關於512四川大地震嘅時事討論喎。佢又有一啲關於5月12日啦至到5月尾嘅四川大地震嘅相關嘅報導啦。咁而另外咧，在右手邊咧就係新 spot 嘅外務主題社會企業嘅一啲介紹啦。佢有講一啲社會企業嘅資料啦，同埋一啲香港本地成功社會企業嘅例子嘅。而另外咧，仲有咧我就